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嘅最後一個封建王朝，佢興衰歷程如同一部跌宕起伏嘅史詩，既有開疆拓土嘅壯麗，也有虎口沒落嘅悲涼。在這幅歷史畫卷中，八旗子弟無疑係濃墨重彩嘅一筆。佢們從白山開水嘅驍勇戰士，蛻變為京師街頭嘅紈絝子弟。佢命運嘅起伏，折殺出清朝由盛轉衰嘅深刻邏輯。那麼供養一名八旗子弟一生究竟需要多少銀子？這背後又隱藏着怎樣嘅歷史密碼，讓人們發出大清活該滅亡嘅喟嘆？讓我們走進呢一段風雲激盪嘅歲月，細細探尋其中嘅奧秘與教訓。八旗制度嘅根基，深植於滿洲先民嘅狩獵與征戰傳統。早在明桓曆年間，女真人在東北嘅茫茫林海中，以留6為單位組織狩獵，逐漸形成了一種靈活嘅軍事編制。萬曆29年1601年，努爾哈赤在這一基礎上創立咗黃、白、紅、藍4旗，奠定咗八旗制度嘅雛形。清史稿太祖本紀記載，桓曆29年，太祖操治4旗，分統兵民。到了萬曆43年1615年，他又增設雙黃、雙白、雙紅、雙藍4旗，八旗制度正式形成。隨住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，八旗從單純嘅軍事組織演變為涵蓋社會、經濟、行政嘅綜合體系。皇太極繼位後，進一步擴編蒙古八旗同漢軍八旗，使這一制度跨越民族界限，成為清朝統治嘅核心支柱。清初嘅八旗子弟是名副其實嘅精銳之師，他們以騎兵為主，弓馬嫻熟，作戰勇猛。無論是1616年寧遠之戰中與袁崇煥嘅激烈交鋒，還是1644年入關之後橫掃中原，八旗軍隊都展現出驚人嘅戰鬥力。清史稿兵字進度，八旗兵弓矢精良，馬術超群，紀律嚴整，所向披靡。入關之初，多阿管內八旗踢氣攻克北京，隨後南下平定江南，短短數年間便奠定咗清朝對全國嘅統治。八旗子弟不僅在戰場上建功立業，係成為清廷鞏固政權嘅基石。彼時嘅他們義持風發，榮耀加身，是王朝崛起嘅象徵。然而，往往也係衰落嘅起點。八旗子弟嘅榮光，好大程度上依賴於清廷賦予他們嘅優厚待遇與特權，而這些特權喺歲月流轉中悄然腐蝕咗他們嘅鬥志，為日後嘅沒落埋下了隱患。清朝對八旗子弟嘅供養可謂係濟入威，從出生到去世，他們被納入一近乎門米嘅保障體系，享受咗普通百姓難以企及嘅待遇。以努爾哈赤後裔為例，一名八旗子弟呱呱墜地，便能領到24兩白銀嘅落地賞。這筆錢喺清初絕非小數目，當時美價較低，每時美於0.8至1.5兩銀子，24兩銀子可買16至30蝕米，足夠一個普通家庭一年所需。八旗子弟長大後，每月可有5兩銀子嘅月賞。這筆錢能買5至6石米，足以讓一家人過上體面生活。寬價之時，清廷再賞20兩銀子，足夠置辦一場熱鬧嘅歡禮。去世後，家屬可能領到30兩銀子嘅撫恤金，用於喪葬開支。可以說，這種從搖籃到墳墓嘅保障，堪稱奢華。普通八旗兵丁嘅待遇同樣令人艷羨。順治元年1644年，清廷初定八旗奉享制度，後經多次調整，至康熙25年1686年行程定制。清會典記載，前鋒、護軍領取月賞4兩，馬架降役3兩，步架1兩5錢。除此之外，他們還能領取稅尾，例如禁旅八旗嘅親軍、前鋒、護軍等。每年可領22時2步架，即有1016斗。
以清中期美價每10月2.5兩銀子計算，一名京程馬甲每年稅尾價值約25.5兩銀子，加上月賞3兩，月均收入達7.62兩。住房壞地嘅齊兵稅尾更多，高達3食肆，責任70兩，加上押兩賞人，月均收入8.25兩，勁高於京師禁軍。此外，有馬嘅武關同馬架係能領取馬鉗補貼，少至數兩，多至數十兩，是一筆不容忽視嘅額外收入。讓我們以一名普通馬架為例，算一筆細賬。假設佢活到50歲，月賞3兩，年收入36兩，50年禮計1800兩，稅尾每月直人4.650兩。年收入55.5兩，50年禮計2775兩，監成出生24兩，款次20兩，撫稅30兩，總計4649兩銀子。若以1兩銀子粗略折算為今天的1000元人民幣，筆者這裏係大概估計，這相當於近465萬元嘅財富。這樣嘅待遇喺當時嘅社會中堪稱天文數字，足以讓八旗子弟過上衣食無憂嘅生活。然而，現有獲嘅供養並非沒有代價。傾庭嘅慷慨既是對八旗子弟功績嘅回報，也係對其忠誠嘅籠絡。但隨咗時間嘅推移，呢一款恩賜亦逐漸演變為沉重嘅負擔。除那豐厚嘅務籍保障，八旗子弟喺享有諸多特權，這些特權如同一張無形嘅保護網，讓好們在社會中高人一等，卻也助長了他們嘅墮落。清初嘅圈地運動係八旗子弟財富積累嘅重要途徑。順治元年，傾庭頒布圈地令，將京畿附近嘅無主土地分給八旗王公兵丁。清史稿食國志記載，順治元年命戶部清查畿府荒田，分給東萊諸王、勳臣、兵丁，凡20餘萬頃，名義上自無主荒地，實則多為農民世代耕種嘅良田。據史料統計，順治招3次圈地，共佔田10餘萬頃，遍及直隸各州縣，被圈地嘅農民被迫閉境離鄉。而八旗子弟一而間成為地主，坐收高額地租，過上了不勞而富嘅日子。例如順治8年1651年，直隸永平府嘅圈地行動中，一名普通馬甲就可以分到數十畝良田，每年地租收入可達數兩至10餘兩銀子，足以養家糊口。法律上嘅優待更是讓八旗子弟肆無忌憚。八旗子弟犯罪，往往能夠享受換乘特權，即以鞭笞加好替代重刑。傾悔典事例在，其人犯罪，傾者鞭瘠，重者免流洗。相比之下，普通百姓動輒面臨流放甚至死刑。康熙年間，一名旗人因勾傷百姓致死，僅被罰鞭瘠8殺，係若換作漢人，恐難逃死罪。這種司法不公，讓八旗子弟有恃無恐，行商理，欺壓百姓。在特汗嘅庇護下，八旗子弟嘅生活逐漸走向奢靡。他們不再像先輩呢樣馳騁疆場，而係沉迷於溜料、鬥蟋蟀、賭博等消遣。清中期以後，鴉片傳入中國，八旗子弟中吸食者日日增多。清敗類鈔記載，京師旗人多耽於鴉片，日費數量，家產蕩盡。據史料記載，道光年間，北京一旗人因吸鴉片耗盡家財，最後競賣希玉子，令人唏噓。曾經嘅鐵血戰士，如今變成咗醉生夢死嘅紈絝子弟，他們嘅墮落既係個人悲劇，也係皇朝衰敗嘅縮影。八旗子弟嘅供養費用，如同一個唔底洞，逐漸拖垮了清朝嘅財政。在清初時，八旗人口較少，供養壓力尚可承受。據清史稿《十獲志》統計，順治末年，全國人口約8千萬，八旗人口約254萬，佔比不過3%。
但隨咗時間推移，巴圻人口逐漸增長，佢始終享受高額待遇，財政負擔日益加重。乾隆時期，巴圻兵丁數量激增，僅京師就有數萬人，每年養淫支出高達數百萬兩，加上稅尾、賞賜等費用，總開支令人嗟舌。據《清史稿實貨志》記載，乾隆中期，巴圻奉享每年耗淫約400萬兩，佔財政支出嘅10%以上。當時清廷財政收入主要靠田賦和鹽稅。在盛世時，清廷財政年入約4000萬兩，但係支出同樣龐大。軍事、賑災等以作針見肘，再加上巴圻開銷，財政逐漸拮緊。乾隆晚年，平定大小和作叛亂，耗資7000萬兩，巴圻供養費用卻未見削減，財政危機初現端倪。到了道光、咸豐年間，情況更加惡化。鴉片戰爭後，清廷賠款2100萬兩，財政長年灰空。清史稿實貨志嘆道：國用不足，歲月不敷，巴圻奉賞不可見，民生愈困。以道光20年1840年為例，全國財政收入約3000萬兩，而巴圻開支仍佔數百萬兩，佔比雖已降，卻仍係沉重負擔。為填補虧空，清廷加徵賦稅，削減民生開支，甚至發行補鈔，卻治標不治本。到了咸豐年間，太平天國起義爆發，軍費開支激增，巴圻子弟卻依然奏享俸祿，唔發上陣沙特，財政壓力雪上加霜。巴圻供養嘅另一個隱患在於其制度僵化。清廷規定，巴圻子弟世代承食俸祿，急變胡公胡能，也能領取餉任。這種鐵減章假嘅制度，導致巴圻人口中冗員激增。據清朝述雲憲通號統計，嘉慶年間，巴圻丁口已達300餘萬，其中真正服役者不足30%，其餘詐為閒散旗人，卻造領奉享。這種低效嘅資源分配，不僅耗盡國庫，也削弱咗軍隊戰鬥力。巴圻制度曾係清朝崛起嘅基石，或喺歲月流轉中成為王朝覆滅嘅隱患。清初，佢哋以勇猛善戰奠定江山；清末，佢哋願因些微墮落失去民心。以鴉片戰爭為例，1841年，英軍進攻廣州，巴圻駐軍不堪一擊，節節敗退。清史稿兵至痛陳，巴圻走廢五弊，愈達節虧。曾經嘅精銳之師，已淪為列強眼中嘅笑柄。巴圻子弟嘅沒落，既係個人意志嘅消沉，也係制度弊端嘅產物。優厚嘅待遇與特權，讓佢們從戰士變為寄生蟲。僵化嘅供養體系，則讓清廷背負了無法承受之重。當西方列強叩開國門，巴圻子弟早已不堪一戰。最終在1911年辛亥革命嘅炮聲中，清朝轟然倒塌，巴圻制度隨之淹沒於歷史塵埃。回顧巴圻子弟嘅興衰，我不禁感慨：一個群體亦陳列安逸，忘卻奮鬥，不然走上衰亡；一個國家亦縱容特權基層，卻忽視民生，終將被時代淘汰。清朝嘅覆滅雖非巴圻子弟一人之過，但係沉重負擔無疑係重要推手。這段歷史如同一面鏡子，提醒後人唯有改革創新，方能長治久安。大家如何看待巴圻子弟嘅興衰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看法。